Hello，大家好，我係蕭，就嚟到暑假噶咯喎，好多同學仔同埋家長咧就開始密密咁嚟到去查詢我哋嘅暑期課程啦，諗住報我哋嘅班啦。今日蕭源老師咧係諗住拍條片咧破天荒同大家一次過去介紹咧，到底我哋嘅蕭源中文網上補習平台成立咗咁多年啦，total 總共有幾多種嘅課程模式可以俾大家選擇咧？有啲課程模式係你耳熟能詳噶啦，出面都係咁報嘅，而有啲課程模式係你聞所未聞嘅喎。喂，第一種嘅課程模式咧係最容易理解嘅，就係直接報讀我哋嘅7月同埋8月一共2期嘅暑期課程啦。而我哋7月、8月呢2期嘅暑期課程咧，又等於我哋全年嘅課程入面嘅第一期同埋第2期嘅課程內容。嗱，我哋每期嘅課程咧係咁安排嘅。首先每一期咧，我哋會上6個鐘頭，1個鐘頭1堂啦 ，total 6堂啦。而每一期嘅課程，我哋會同時教2樣嘢，分別就係寫作能力同埋閱讀能力。嗱，咁每一期係6個鐘頭啊嘛，即係寫作能力上3個鐘頭，閱讀能力上3個鐘頭。咁喺筆記方面咧，我哋做咗分流嘅，就係寫作能力一本精美筆記，閱讀能力一本精美筆記。咁大家攞部手機出街睇我啲片嘅時候咧，譬如睇寫作能力嘅部分，咪就係攞寫作能力嘅筆記出去咯；睇閱讀能力嘅部分，咪就係攞閱讀能力嘅筆記出去咯。另外，我哋每一期咧會送一本贈書俾大家。基本上咧，我哋每一期嘅嗰個配套啊，即係嗰啲筆記同埋贈書，都係咁豐富嘅，啲舊生都好清楚噶啦。而一般嚟講，新生咧都係一次過報晒我哋7月同埋8月2期嘅暑期課程嘅內容噶，一個月睇一期啱啱好啊。咁啲同學仔咧，佢就話阿 Sir 唔係咧，我睇晒呢啲片，呢啲 YouTube 片啊，你真係教得好好，又好靚仔，呢個我自己加落去嘅。即係總之你教得好好啦，我相信你7月、8月呢2期嘅暑期課程嘅內容咧都好精彩嘅。但係無奈我唔夠時間咯，要做啲咩？我要去玩咯，唔係學校要補課啊，有冇咁勤力啊？總之7月、8月呢2期暑期課程一共係12個鐘頭嘅內容咧，我睇唔晒。但係我又好想睇啲喎，咁點算咧？咁喺度呢，蕭源老師咧同大家介紹第2種嘅課程模式，就係揀嚟報啊。嗱，你話你唔夠時間啊嘛，你可以就咁報7月同埋8月呢2期暑期課程入面嘅寫作能力嘅部分，或者7月、8月呢2期暑期課程入面閱讀能力嘅部分。嗱，咁就唔驚睇唔晒啦。而事實上有啲同學仔咧，佢可能只係某個 paper 比較弱嘅，你咁樣報咧會比較針對性咯。呢個就係第2種嘅課程模式啦。而有啲同學仔咧，佢就啱啱相反，佢就話阿 Sir，我暑假好得閒嘅。我唔會翻大陸玩嘅，我諗住急起直追咯，諗住把握時間，希望學多啲嘢咯。可能你之前嘅大考係考得麻麻地係嘛？點都好啦，我認為你頭先所講7月、8月呢2期嘅暑期課程，夾埋12個鐘頭，我幾日就睇晒啦，好似煲韓劇咁啫嘛。煲韓劇，你當嗰啲片係韓劇，即係你當係韓星啦。阿 Sir 冇講廢話，即係我諗住喺7月嘅嗰個時間已經全力嚟到睇你啲片，一次過睇晒7月、8月、9月甚至乎10月嘅課程內容得唔得啊？我好希望我一開學嘅時候可以超越晒同班嘅同學仔啊！嗱，遇到咁嘅情況咧，我建議你一次過報晒我哋全年全套嘅課程。嗱，先介紹下我哋中1至中5咧，全年咧一共係有10期嘅課程。而中6時間比較短啦，全年一共係有9期嘅課程。OK， 咁同學仔咧，你可以選擇係報晒你全年10期或者9期嘅課程。或者就咁報4期都可以嘅，咁有咩好處咧？咁首先你報嘅期數越多，你攞個優惠自然係越大啦。另外你報期數越多，你會一次過攞晒啲贈書噶嘛，咁你唔需要等咯。譬如你有啲贈書好中意嘅，但我自己報2期攞到2本贈書，咁你一次過報晒4期咪攞到4本贈書，一次過報晒10期攞到10幾本嘅贈書喎。因為你一次過報晒嘅時候咧，會有多少啲贈書係送俾大家嘅。OK， 而且你報嘅期數越多咧，咁你手上嗰啲課題越多啊嘛。大家唔知道啊，我哋每一期嘅寫作同每一期嘅閱讀咧都有唔同嘅主題。咁你可以因應你自己嘅需要咧，決定睇邊啲主題先，邊啲主題後嘅。譬如7月、8月嘅嗰個課題你冇興趣，你咪睇9月、10月先咯。OK， 總之咁樣嘅步伐咧係比較有彈性嘅，亦都可以自己控制嗰個進度嘅快慢，令到自己可以好好咁嚟到把握暑假嘅時間睇多少少。而事實上，好多同學仔佢一開學嘅時候咧，佢就話唔得閒㗎啦，好忙嘅。佢想喺暑假嘅時候咧睇定多少少嘅影片咁樣。咁我諗呢個模式係比較適合你哋咯。而最後一種模式咧就係跟 paper 報啦。咁呢個係好受歡迎㗎。咩叫跟 paper 報咧？譬如 let's say 有啲同學仔咧，可能佢本身寫作方面係 OK 嘅，咁我齋報閱讀能力嗰邊嘅課程得唔得咧？絕對可以，你可以就咁報我哋閱讀能力嘅全年課程，或者閱讀比較弱嘅齋報寫作能力得唔得咧？絕對可以，你可以齋報我哋寫作能力嘅全年課程，甚至乎有啲高中嘅同學仔咧，佢可能一早已經係揀定自己想寫嘅文體嘅。譬如 let's say 有啲同學仔佢專寫記描書嘅，
佢唔使論述文教數，我可唔可以就咁報寫作能力入面嘅記描書嘅部分啊？絕對可以。有啲名校生咧，佢調翻轉佢唔使記描書嘅，阿 Sir 可唔可以就咁報寫作能力入面嘅論述文嘅部分啊？絕對可以。亦即係話你唔需要係報晒成套寫作能力，你可以報寫作能力入面嘅某一類嘅問題。咁閱讀能力都係啦，譬如文言文比較弱，你報閱讀能力嘅文言文；你白話文比較弱嘅，咁你就報閱讀能力嘅白話文嘅部分咯。OK，咁呢個咧就係可以因應你自己嘅個人需要嚟到決定去報一啲即係唔同嘅 paper 入面嘅一啲唔同嘅部分。OK，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一啲嘅實用文嘅課程啦，12篇範文嘅課程啦，俾大家嚟到選擇。咁以上種種咧，聽落去好似好豐富，好似好複雜，係咪啊？咁同學仔咧，你係可以通過一條影片下面嗰條 link 咧，報名 link 撳落去嚟到好清楚咁樣睇翻晒咧，到底我哋即係開辦咗邊幾種嘅上堂嘅模式啦，到底我哋每期大約會教啲乜嘢啊，有啲咩筆記，有咩贈書啊，咩優惠咁樣。所以其實呢條 link 咧唔係一條好簡單嘅報名表嚟嘅，可以話係我哋一個課程簡介，咁大家咧可以入去咧慢慢嚟到去睇，慢慢嚟到去揀 ，OK， 一目了然，非常之清楚嘅。咁但係無論係報啲乜嘢，揀啲咩嘅模式都好咧，有一樣嘢你一定要留意嘅就係一定要揀贈書。頭先講過啦，我哋每一期咧會送1本嘅贈書，你報4期有4本嘅贈書，你報晒全年10期嘅課程咧，除咗有10本贈書之外咧，仲有4本嘅指定贈書送俾大家嘅。咁我哋贈書數量好多啦，係嘛，包羅萬有啦。咁我唔知你要邊本噶嘛，所以你報名嘅時候你記住要剔埋嗰啲贈書 ，OK？ 咁如果唔係咧，我哋嘅同事咧有 WhatsApp 翻你咧，咁樣就麻煩啦。咁我哋暫定咧。我哋嘅課程嘅影片咧，會7月5號就上架，而筆記同埋贈書咧，大概7月3號至到5號咧就會寄出嘅。咁尤其是啲同學仔咧報晒全年 package 嘅嗰啲同學仔咧，我哋會計晒即係大部分嘅筆記同埋啲贈書俾你噶嘛。咁你攞嘅時候咧要留意啦，因為比較重嘅 ，OK， 叫做揾人幫手啦，就係咁啦。咁希望咧，小袁老師嘅呢一種嘅即係課程嘅模式啦，希望我哋嘅小袁中文網上補習平台，希望我嘅教學係能夠令到大家善用暑假，令到大家喺最短時間可以得到最大嘅效益，亦都令到大家咧係愛上中文。OK，各位同學，我係小袁啊，暑假見，拜。